线上的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阿益539。今日要分享的是114年6月12星期四精彩有山桥的资料。首先要来分享的是一块山状蚵。这条山状蚵准3进4。伊是来由一期开咧第2期，来利用伊上一期的第1期，固定来减15、25甲39，爱伫咧下2期，就是17的下1期来开山状蚵。首先，咱为这个第一版来介绍起。伊第一版是咧今年的2月24一期开咧第2期，来利用伊上一期的第1期，固定来减15、25甲39。伊第1期控数来减15是11，控数来减2521，控数来减39是35。伊11、21、35，爱伫咧17下1期，就是2月25来开出。伫即期伊来钓11、甲35，伊11、21、35来钓11、甲35。过来第2版是咧4月初8，4月初8一起搁开咧第2期。咱同款来用伊上一期的第1期固定搁来减15、25甲39。控1来减15是14，控1来减25是24，控1来减3938。伊14、24、38，同款伫咧17的下1期爱来开出。伊伫即期4月初9来钓14甲24，伊14、24、38来钓14甲24山状蚵。过来第3版是4月11一起搁开咧第2期。咱同款搁来用伊上一期的第1期来减15、25甲39。伊即个14来减15是控1，减2511，减3925。伊控1、11、25，同款伫咧17的下1期，就是4月12来开出。伊伫即期伊来钓11甲25。伊控1、11、25来钓11甲25。过来是第4转，就是咱即期要来使用的。伊伫顶一期6月11第2期过来开17。咱同款来用伊上一期的第1期固定过来减15、25甲39。控7来减15控8，减2518，减39 32。伊控8、18、32，爱伫17的下1期，就是咱即期爱来使用的。这是一起开咧第2期，来利用伊上一期的第1期固定来减15、25、39，爱伫咧17的下1期来开山状蚵。即期是即粒控7要来减15、25、39。
要来带081832嘅山中学，来提供互咱线顶嘅好朋友咧，伫咧即期咧来附牌参考。过来另外要来介绍嘅是一支高机嘅招数，即条高机嘅招数咧，总共咧是3招，3招咧要来带一条球啊。首先要来介绍即个咧是3支棒嘅即个卡合数，伊准2进3，伊版头咧是为6月初2，6月初2第1支咧，即条空字啊，甲下2支咧，第5支38，来甲伊下1支6月初5第1支咧，即条空7啊，开始带动第一转。即3粒球啊咧，组合起来，即3粒球组合起来爱47，就是02加38 40，过来加即条空7啊，47，这是第一版。伊第一版即条空7啊咧，来开落来，再过来利用即条空7，来甲下2支第5支咧，即条32啊。搁含下支，下支嘅第1支咧，即条08，同款咧，要搁来组合3支加起来，爱47，伊07加32咧，39，39搁来加即条08咧，3支加起来爱搁47，即条08搁开煞咧，08再搁来含伊下2支咧，第5支。即条31啊，小加39咧，要来合47，所以咧下1支第1支咧，即条球啊咧，爱搁开08，才会有法度组合起来3粒球啊咧47，就是讲伊伫第一转咧02加38 40来含即条空1咧3支小加咧，要来组合。47，过来即条空7开煞啦，即条空7甲32小加，过来加上即条空8咧，同款，搁47，即条空8开煞，过来含下2支诶第5支即条31咧小加39，加上即条空8咧，同款搁47，这是3支棒诶咧，伫咧即期咧所形成诶一个卡合数。3粒球啊小加，3粒球啊小加，就是02 38 01 3支小加47，然后07 32甲08小加搁47，即条08开煞，过来接即条31，甲即条08爱搁形成3支咧合数47，这是3支棒即期咧，要来推荐互大家咧。好牌参考诶，08高机诶08高机诶。过来另外要过来介绍诶咧是5支棒诶，即个5支棒诶咧是同款若是卡合数，伊版头咧是为即个5月26开始发动，5月26咧。伊第1支即条08，甲下2支第3支，第3支即条鹦鹉，甲下3支第1支咧即条1，即3粒球啊小加，3粒球啊小加咧合数37，3支小加咧要来合数37，即个1开完，1开完咧，同款，咱搁含伊下2支咧。第3支下2支诶第3支即条21啊，搁来含伊下3支诶第1支即条02啊，同款要搁来形成3支咧小加要搁来合数，同款爱搁37，1加21加02，3支合数爱搁37，即条02开煞咧，同款搁来参伊下2支下2支诶第3支咧即条27啊，然后咧，甲咱即期要开诶咧，第1支咧，即个球啊咧，3支小加
共款愛閣37，空2加27的29，29要來合37咧，即個球仔咧共款愛閣囥空8，啊，就是咱即期咧要來提供互大家好牌參考誒。伊3個球仔共款組合起來，愛閣37，愛閣37，這是即期咱要提供誒5支幫誒咧，共款第一支咧要來合數37，第一支要來開空8，伊3支咧相加，3支相加合數37，一次開煞，則過來合即支21啦，21則過來鬥下兩支，即個空2咧共款3支相加，要過來合數37。即個空2，即個下兩支，即個27，相加29，甲即支咧，即個空8啊，共款相加，要過來合數37。過來另外要過來介紹一個是花球啊，即隻花球啊咧是一支幫，一支幫咧要來進互兩支幫誒使用，伊是利用上21期前誒第2支咧。固定加零，固定加零咧，要來花球啊，花球啊。上21期前咧，就是5月19，5月19咧，第2支咧開始發動，伊固定咧連續，一期一擺要來轉互兩支幫誒使用。5月19咧，第2支咧空7。即個空7咧，佇咧下15期，下15期咧，就是下15期咧，就是6月初5，6月初5咧，即個空7咧來開出。過來接落下一期咧，第2期咧22啊，即個22啊咧，換愛佇咧下16期，下16期咧，就是6月初7，6月初7咧，即個22啊。過來開出，過來接嘅下一期第2期咧16，即個16咧，換愛佇咧下17期，下17期咧，就是6月初10，6月初10咧，即個16過來開出，16開煞咧，過來接嘅第2期咧空8，即個空8咧，伊換愛佇咧下18期。下18期咧，就是咱即期咧6月12，6月12咧愛來開出。即招咧是一期誒來進互兩期誒使用，來利用上21期前誒第2期咧固定花球啊，固定花球啊。即期咧是即個空8，即個空8，要來開出。以上咧，這就是咱即期咧要來提供互大家好牌參考誒。主機咧，就是高機誒咧，即期咧，咱要來推薦互大家參考誒，就是即個空8誒高機誒。加上咧，拄則咱所介紹誒3種蚵咧，空8、18、32，來提供互咱今日線頂誒好朋友咧來好牌參考。感謝大家耐心聽完阿個分析甲介紹，咱預祝咧即期咧會當順利開出，感謝大家收看，感恩，多謝。